月神孔苏闪现施法，原本的白昼竟迅速转变成黑夜。男人借助夜晚也变身成了月光骑士，他配合孔苏使用禁术操控星空，紧接着星光璀璨，并开始了斗转星移。诡异神秘的现象笼罩着整个开罗市，众人看着星空的现象懊悔不已，懊悔过年时不该买那么多烟花爆竹。随着仪式的不断进行，孔苏的神力也在逐渐消退，最终成功恢复出2000年前的星宿迹象。但由于孔苏2次私自改变天象，众神以封印的方式对他进行了惩罚，将孔苏关进了古埃及的乌沙布提俑里。而男人也失去了月光骑士的神力，要想彻底释放出孔苏，就需要找到一个指定的人选打破封印。与此毫无关系的史蒂芬像以往一样睡去，竟莫名其妙的在陌生的环境中醒来，自己却怎么也不记得发生这一切的原因。此刻耳边传来一个陌生人的声音 ：“Where are you? Surrender the body to Mark.” 对方提到让他交出身体，他才下意识地抚摸全身，发现了不属于自己的圣甲虫。随后他觉得背后发凉，猛然回头却看到原本的草地竟凭空出现一座城堡。心大的他还不忘礼貌地跟人打招呼，但对方却拿出武器向他不停地扫射。惊慌中他恨不得能再长出2条腿。他跑进小镇，趁机混入人群，他们似乎正在举行着某种祭祀的仪式。为首的老人双手紧握信徒，之后他手臂上的天平纹身开始摇晃，随着天平停止的颜色判断对方的善恶。可如果天平出现倾斜又变成了血红色，那就代表对方是个有罪的人。哪怕信徒是个不断喊着无辜的老人，他也要受到神秘生物阿米特的惩罚。主持者哈罗得知有人闯入的消息后，他高喊仪式的口号，信徒纷纷下跪，即便史蒂芬也跟着照做，还是因为片刻的迟疑暴露了自己。意外的是，哈罗还认识他，其实对方也是冲着圣甲虫来的。原本史蒂芬就不想被卷进来，如今让交出圣物，他更是求之不得。不过眼下他的身体竟不受自己的控制，经过几番交涉，哈罗觉得智商受到侮辱，便让信徒硬抢。哪曾想下一秒意外再次出现。蒙圈的史蒂芬不知什么缘故，刚才周围抢夺的人全都领了盒饭，